在台灣嘅客家莊，皮卡下讀到一項神秘謎題，有一項農產品，三下無所抵達，見久見細，三下鬼神恐怕見變見態。記住你唱長路窮人按得切，還做你用來叫一個鐘頭，答案公布啊！係老皮嘞，老皮嘞做得蠻多唱長路按龜，甚至做得變做客家莊嘅救神呀，都得去用版咯。講到老皮嘞，啲客家人嘅分作項是佢千變萬化，唔過佢大阪煎卵炒肉絲，老皮嘞都對柴米腳，一項客家經典料理排骨盆菜頭，全都薄薄嘅老皮嘞係貴項菜嘅靈魂，正熱佢萬能食材。唔過啲客家朋友嘅廚房，老皮嘞唔但唱做嚟特別料理，還做得自家精氣。說到嘢，雜色頭、菜葉頭，重複幾下擺。啊，老皮講得。默嘅係想見出進化，見到前日硬嘅放起來，半路批趕見久見細，見來見烏，一直都變做 SK 總結形態，客家武劍 AKA 蘿菜鋪。前日嘅蘿菜鋪濃縮嘅幾條蘿皮嚟嘅營養精華，再將地位到糖豆度，天地香到都唔掉，難怪可以平民百人生，最好好保存蘿菜鋪嘅市場行情，正經別個人生。佢硬嘅拿出來，甚至都能賣幾下10萬，客家武劍正經唔係青菜公公啊啦。But 老皮嚟嘅價錢唔但唱按樣，啲客家莊也做到變做經濟優勢。20世紀後期，世界農產品嘅美味競爭見到更強烈，客家莊生產嘅鹽麴產業也天天嘅停止運作。南台灣嘅民農卻有幾片嘅鹽田面臨荒蕪，唔是講土中上胖肉，天內出黃金。啲民農當到客家貨房供奉嘅土地良神，就按樣一副對聯。嘅民農人也確實喺內地度發現個有價值嘅寶藏啊！係老皮嘞！日本時代引入台灣嘅小洋做生種老皮嘞，本來唱一啲鹽田富區內青菜種種啊，唔過民農當好嘅環境，又會記得變到又脆又好食，甚至上到唱朋友窮樣金奶奶。最忌嘅老人做起來，雖然老皮嘞變做民農嘅全新特色，為咗保持朋友老皮嘞嘅土地性，農民還要以量身打造嘅種植面積管控，老皮嘞股東會也得有特殊嘅制度。香港人老皮嘞嘅技術行列，還通過評審考核，又係乜嘅新秀節目啦？當日寒天，民農嘅老皮田，仲會想到當外地人跳下來，嘿喲拔蘿蔔，不但面臨每期嘅客家莊，也就以便買到田豆度嘅補充，得到轉型嘅能量。這裡講到講到呀，無馬鐵皮嘅老皮嘞，透過客家朋友嘅松樹，變做高價值嘅武劍，還個帶動社會經濟嘅胖肉。其實，全台台灣嘅客家人，一直當為撈農牧產品，經營做特色產業，像佢苗栗太湖嘅香茅、屏東灣滿嘅豬腳、花蓮鳳林嘅辣椒味、米行木山，都是下一攤好光景。看來客家莊嘅內地度，還靠能當到好東西哦。嗰啲台灣客家文化度，還有內地補充，我等皮下爬去尋咯。可讚，哈哈，好掂，你走來了。